伫咧去年，环保署把委托伦敦政业学院计算出台湾应该爱收偌济碳排放的费用。不过，环保团体却认为讲，环保署伫今年所提出的气候变迁应用法，确实无把收费的标准写入去，连时间的部分也无规划。3月17日，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讲环保署马伫去年委托伦敦政经学院 LSE 计算台湾政府对产业碳排放的收费标准。但是今年环保署提出的气候变迁应用法草案当中，敢若讲到会建立碳费的收费机制，但是详细收费方式、时间等等，却完全拢无规范。那我想，碳定价第一个，它绝对不是要去找企业的麻烦，我们必须把排放1吨碳、排放温室气体，它其实对于环境跟社会所造成的成本给算清楚。因为我们把它算清楚了以后，才能够把它给纳入到企业经营的这个经营管理的策略，甚至是成本效益估算的策略里面。学者表示，碳费的收入会用伫温室气体减量的工课，若是会使把这个收入用伫补贴大众运输顶悬，互民众更加愿意坐大众运输，嘛会当达成减少污染的目标。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台中市的公车的这个补贴。它前面以前是前10公里免费，那这样子就改变了这个整个台中市市民就有比较更多的人就愿意去采用公车，然后也使得公车公司就有这个能够营运，所以整个这个运输结构就改变了。环保团体表示，环保署以前有讲，碳费按算一栋收100块的新台票。学者计算，安尼每度电敢若会收到半块银的碳费，每公升汽油嘛只有2角外的碳费，一定才会有效果。学者表示，若是 LSE 提出的方案落价真好，每栋对10块美金开始，慢慢增加到2030年98块美金的目标。甲每栋100块的方案相比，以1美金换28块新台票来算，上悬是会当差到27倍外。宽团讲，台湾的减碳表现伫全球是排后坎的。应该较拍拼的，呼吁环保署爱制定有效的碳费才会使。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